Just delay，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25号，公元2018年11月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智利共和国8名国会议员代表参访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参访人士强调世俗论理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与华人量子科学家进行历史性对话。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布3种文字的报告。藏人行政中央举办2018年日内瓦论坛。藏人行政中央全体公务员沉痛哀悼西藏领导人加日若珠千参仁波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五10月30号，智利共和国8名国会议员代表团参访印度达兰萨拉，并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10月30号，由智利共和国自由党议员杜瓦格率领的8名国会议员代表参访了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社区，并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该代表团在参访藏人行政中央时，同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进行了交流会谈，随后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在参访教育部时，与教育部部长谈及教育政策中灌输世俗论理课程等的话题。之后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议会副议长向代表团简要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和相关情况。当天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向代表团举办了一场欢迎晚宴。宗教事务部部长在晚宴会上致辞时，向智利共和国国会代表团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表示感谢。此外，上周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宫顶，向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参访人士强调了世俗论理的重要性。10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向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博物馆首席执行官和理事会成员发表了世俗论理方面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表示：“我认为当今社会出现好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道德原则，而道德不一定基于对上帝和佛陀的信仰上。着眼今天的现实社会，我相信宗教本身不能对整个全球社会培养同情和宽容等内在价值观，因而对世俗论理需要有普遍的理解。尊者建议道德不能诉诸宗教。尊者提议道德不能诉诸宗教，并且对于有信仰的人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同样可以接受。这会使每个人受益。这种道德体系将融合各种信仰的人们共同拥有各种价值观。”尊者表示，一些科学家证明，基本的人性是富有同情心的，这是确凿不疑的事实。每个孩子都会欣赏别人的爱和善意，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都有慈爱的种子。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以爱和慈悲的基本上人类价值观为导向的。另外，本周一11月1号，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会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举办了第1届达赖喇嘛尊者与华人量子科学家对话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同数十名华人量子科学家在共同就量子效应进行了首次历史性对话。在第1天的对话会上，达赖喇嘛尊者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元哲教授对谈时，尊者强调，我一直希望与华人科学家进行对话，西藏和华人学者之间的会晤，对于两方人民在宗教和文化交流是最恰当和最有意义的。尊者还表示，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国家，也是那兰陀传承的追随者。中国学者和翻译家玄奘在公元7世纪来到印度，将那兰陀传承的佛法带到中国。中国人传统上与那兰陀传统密切相关，特别和龙树论师的论述很接近。尊者继续表示，
在政治上，自西藏伟大的法王松赞干布以来，就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但是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历史中，西藏与中国之间有时候打仗，有联姻。不管如何，我们都要住在共同生活在这星球上。我们在1974年就考虑不诉求独立，转而寻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以确保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以及基本的权利。而在精神生活方面，藏传佛教遵循的是源自那兰陀的传承，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可以帮助广大的中国人民。尊者进一步强调，他与科学界，特别是西方科学家进行了30多年的对话，并指出佛教与宇宙学、神经生物学、物理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很多共同之处。达赖喇嘛尊者在总结发言时表示，科学进步和探究不仅对扩大创新和积累经验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的利益和服务同样重要。科学家在探索时，应该考虑集体的愿景和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为出发点。在为期3天的对话中，达赖喇嘛尊者将同华人量子科学家就时空的对称性与量子物理、真约的世界，从量子物理学到量子生物学、现代光子革命、太阳、灯泡以及光子晶片等主题进行了对话。以下来看看本台记者对与会华人学者的采访。好，你好，我叫谢明瑞，我是从台湾来的。这次来参加这个量子与科学呢，量子学跟佛法的关系，那就是之前已经常常听尊者常常在提这一个，那用佛法涵盖一个量子学，所以对这个深层的奥妙，那我是一个佛弟子，我对尊者是非常的信任，也非常的崇敬，所以我相信尊者他是可以把这个量子学呢，用佛法的涵盖呢，量子学把它讲得更清楚。那在今未来际呢，都可以，对让全世界不管任何宗教的人对佛法呢更有信心，然后对佛法更的一个内涵呢更深的一个了解一些。所以我今天我来的目的，我是抱着来见尊者、看尊者的那个智慧，涵盖所有的一切。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四10月2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布了以藏文、中文和英文3种文字，书名为《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仍然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报告。该报告涉及西藏境内的自焚、人权、生态环境、文化灭绝、西藏的历史地位、目前经济状况、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以及中间道路政策等。主要嘉宾阿南德·库马尔教授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森格等出席了发布会。阿南德·库马尔教授在发布会上向现场的学者、专家、外交官和记者发表了讲话。库马尔教授称赞藏人行政中央在编写这份报告时所付出的努力，并强调，对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西藏是实现世界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先烈和开端。库马教授还断言，如果西藏获得自由，他将会确保印度的安全。因此，无视西藏发生的悲剧，就如同默认中国在西藏的暴行。随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森格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指出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案。司政最后还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恢复对话。另外，在联合国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召开前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与驻日内瓦办事处将联合举办2018年日内瓦论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为主题的会议。
针对西藏境内严峻局势和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连同驻日内瓦办事处，于11月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针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前，在日内瓦举办2018年日内瓦论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为主题的会议，讨论中国统治下各个族群的人权状况。此次论坛将于11月2号召集人权专家、学者、外交官和活动家进行讨论。预计论坛将成为联合国于11月6号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前的重要外委会议之一。瑞士国民议会议员丽莎·马佐尼女士、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将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此外，会议还邀请了专门研究中国、西藏、新疆、内蒙古和香港的15位专家，将围绕中共统治下的人权状况、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香港的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机构与中国接触中的挑战等主题进行讨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达赖喇嘛尊者的前任特使、藏人行政中央前内阁部长加日罗珠坚参仁波切于上周四在美国旧金山辞世，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对此表达了哀悼。10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的前任特使、藏人行政中央前内阁部长，曾9次和中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加日罗珠坚参仁波切，因病不幸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辞世，享年69岁。作为西藏政治运动中知名人物之一，加日罗珠坚参仁波切一生致力于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等致函表示哀悼。正在欧洲日内瓦进行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通过社交媒体对加日罗珠坚参仁波切的辞世表达了哀悼。司政表示，今天我们要告别西藏真正的爱国者加日罗珠坚参仁波切。仁波切一生致力于为西藏人民的服务。加日罗珠仁波切是一位跨时代的开拓者，给我们留下了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永远铭记他为西藏自由事业做出的贡献。此外，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女士等也发表声明，对加日罗珠坚参的逝世表达了哀悼。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